高雄市的好体社区是高雄头一座交通宁静示范区，这车驶到社区内面的速度就要放慢。不过，伫个好体路400公尺的路段，敢若设一个过路线，无青红灯的设计，居民也拢反映讲，大概要过车路拢感觉真危险，对过路人是有影无优先。民众过车路爱上细看，看无车才通过。不过嘛是有民众无行斑马线，直接行到对面。好地社区有真侪大楼徛家厝，居民真侪。对面阁是公园，不过这条好地路有400公尺，敢若设一个斑马线，而且无减速标线。里长讲过去就捌发生车祸，毋望会当直接设科技执法，也是青红灯。你安尼一条路较长着。中间应该要一个红绿灯，安尼较好。让行人可以比较安全的通过马路是有比较大的改善，但是有可能会因此而造成这边的交通比较堵塞。好地社区包括4个里，是高雄头一个交通宁静示范区，透过减速标线甲道路设计，提醒民众驶较慢呢。不过，干那一个斑马线，互用路人过车路，里长认为无够，已经向市府反映几若档啊。交通局表示讲，这几年有接到民众的通报，目前会先直接设减速的标线。斑马线要加宽加大吼，互伊感觉迄个面积的目标较大，啊，里面要过马路吼，会较放心。交通局在短期内将增设器型标线等减速措施，并且持续观察当地的人车尖峰的状况，来评估是否增设号志。交通局统计，目前高雄市总共有21个交通宁静示范区，针对好地社区的斑马线，敢要设青红灯，要等待后续会勘评估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